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神所祝福的圣主日，我们一起来庆祝。特别是这个礼拜是母亲节，我们通过这个礼拜的母亲节，一方面也祝福姐妹们，一方面也为我们自己的家庭成为蒙恩的家庭来做学习跟祷告。首先，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摆上我们的心，愿你悦纳我们的聚集，也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众教会，特别是给你的仆人，让我们一起用感恩跟欢喜的心来迎接这一个特别的日子，也将我们自己的教会跟弟兄姐妹的家庭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祝圣这个日子，也祝福所有的姐妹弟兄跟家庭。我们要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在你的面前恳求圣灵的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在这个充满了感恩跟深具意义的母亲节，我们同心聚集的时候，我们能够献上什么样的反省跟祷告呢？母亲节当然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我们在神的面前，首先祝福所有身为妈妈的姐妹们，不论你是母亲或者祖母，愿神悦纳你一生为了家庭所摆上，也愿上帝祝福你的生命，孕育你的孩子。我们也恳切的恳求神来祝福所有的姐妹，你能够从你自己所身体挤出的孩子，将来成为你们的骄傲，也成为你们家庭的一个祝福。所以在母亲节的时候，首先跟姐妹们，特别是怀孕孕育的神贵重器皿的孩子的这些妈妈们，愿神祝福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能够享尽神跟你的孩子所给你的祝福。今天我们读了2段的经文，一段的经文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特别记载了玛利亚，她被神选召，而且也顺服，愿意摆上自己，成为活祭。后来神通过他圣洁的生命，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他与他的亲戚以利沙白相遇的时候，圣灵感动他的亲戚以利沙白，脱口而出，发出了赞美的声音，说：你在众妇人当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受祝福。仅让我能够用这一句话来为各位姐妹说祝福的几句话，也盼望神分别为圣，让你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还原神的创造，与神一起同工，让神的众子民能够通过你们所设立的家庭跟你的子宫跟你的生命，来喂养出神所喜悦的一些孩子。愿神亲自对你说：我喜爱的女儿，我要祝福你。所以说，母亲节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当然，首先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不论你是姐妹或者弟兄，母亲节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我们应该深深的感怀我们自己有父母，父母带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他们不尽然是十全十美，虽然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家境也不一定是非常的优渥丰盛，但是感谢父母是我们身为一个孩子所应该做的。特别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孝敬父母是圣经，特别是在10诫里面所赋予祝福的，附加有祝福恩典的一个诫命。我们身为人的孩子，不论父母对我们怎么样，但是记得，当我们的父母逐渐老迈的时候，第一个应该给父母足够的安全感。当我们还是不懂事的时候，父母如何用他们的所有的能力来保护我们，来养育我们。今天当我们的父母年迈的时候，请记得要给我们自己的父母有一个安全感。当他们失去了健康，当他们失去了活泼的年轻的躯体，当他们慢慢的退出了社会的职场，他们可能会慢慢的觉得没有安全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身为人的孩子，
让父母在我们的身边，如同我们小时候依靠在母亲的怀抱，这是一种回报。第二个，让我们的父母他们被尊重，让我们的父母不只是得到一份的母亲节的礼物，或者一个红包来代表我们的心意，更重要的，我们对父母的回报应该带着一种尊重，不是因为他们的学历，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他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迎接我们，带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神的仆人。最后，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记得，子欲养而亲不待，要把握时刻，跟你的父母能够以爱来相待。所以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父母能够真正的在他们有生之年，以前他给我们生命的养育之恩，现在反而是我们用一种感恩来怀抱我们自己的妈妈。那我们进到今天这一个礼拜，我们问神说：神啊，你在圣经当中通过你圣经的教导，特别是针对这个母亲节，你的话语对我们如何讲话呢？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应该知道上帝创造生命的故事。母亲节当然是一个养育之恩的故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缘起其实就是上帝的创造。所以首先我们应该回到上帝的心意来看一个家庭的设立，一个婚姻的祝福，然后我们通过神他创造的美意，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一起在我们三代同堂也好，四代同堂也好，我们在家庭我们营造一个能够被神所祝福的一个家庭。创世纪第1章他谈到了上帝的创造，很清楚的谈到第1天、第2天、第3天、第4天、第5天、第6天，上帝的创造有6天的工作。最后当他结束的时候，他说这所造的一切都是甚美好，他留下最后1天就是安息日。这个就是创世纪里面留给我们的我们叫做时间的律例。所以我们有一个周期，礼拜1、礼拜2、礼拜3、礼拜4、礼拜5、礼拜6、礼拜日，也好像是一个7天的一个循环。神创造人类是一个非常神圣、尊贵又美丽的故事。各位弟兄姐妹，照着圣经创世纪的故事，他谈到神创造世人，特别是神创造亚当，是他在所有的工作完成之后，特别是摆在最后，也算是创造的最高潮，创造故事的高潮是在最后的1天，第6天。为什么？我深深的一直在想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的安排世界的日期时间的律例？为什么你将人类的创造是摆在最后呢？或许神就这样子的感动我，做一种想象。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会用一种感恩的心来领受这种感恩。神在创造的所有一切美好之后，才将人类摆上。为什么？就好像一个年轻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结婚之后，他们会很努力的想要拥有一个房子，拥有一片土地，能够建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家，然后让他们的孩子能够出生在这一个被祝福的、能够遮风避雨的屋檐之下。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岂不超越我们的心意吗？我们都如此的爱我们的孩子，愿意我们的孩子是出生在一个安逸的住宅的里面。我们的上帝在他所有的一切创造，他创造了天地，他创造了万物，有所有的一切植物跟动物，就如同诗篇所写的，在青草地上，在安静的安歇的水边，神创造了伊甸园，将人类安置在其中。而且根据上帝自己的表白，他让我们了解他的创造的美意。他说，我是照着我的形象，我是照着我的形象来造人类。又通过旧约的记载，我们知道
神创造的人类不把他当作仆人，神创造的人类不把他当作一个工具或者畜生。神创造的人类，他甚至对人类表明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孩子。神用一个家这一个字，神用家这个图像来表明他所有的创造的一个结构跟一个图像。各位弟兄姐妹，远在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他就向我们表明家的重要。在天上有天家，在地上有我们属世的家，所以我们应该说，我们的家在地上必然如同在天上。他有属天的祝福，他也必有属世属地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这种神创造世界的美意，我们开始来学习怎么样来建造一个神所喜悦的蒙恩的家庭。神创造家庭也有其他他隐藏的心意。神创造的人类跟亚当跟夏娃说：你们当生养众多。这一句短短的话语就谈到了还原生命、传承生命，是继续上帝的创造。神起初创造了亚当跟夏娃，神也让他的孩子们，就是他属天的孩子们，在伊甸园里面，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代表他将生命的还原。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不只是我们人类，上帝创造万物，包括植物跟动物，都有阴阳。这是延续上帝创造生命的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奥秘。神所赐给人的生命，岂不原来就是应该生生不息？愿我们能够用一个谦卑、敬虔跟祷告的心，我们从上帝起初所创造的一个原生的家庭，我们来探讨我们怎么样成为神所喜悦的家庭。也愿上帝所赐给我们属天的恩典。圣经说，义人的后代，神祝福义人的后代，直到万代，直到永永远远。神所赐给我们的生生不息。我们身为一个肉躯之体的人类，我们在神所悦纳的时光之下来建立家庭。愿我们通过这一个母亲节，我们也在神的面前摆上我们的感谢跟祷告。我们为属躯体的父母来感谢，我们也为属灵的天上的父跟天上的母来感谢上帝，他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了解，上帝所创造的婚姻跟家庭，其实跟生命的延续是有关系的。所以生养儿女是一个神圣的事情，建构婚姻更是一个神圣的誓约。两个男女在神的面前立下终身的承诺，用爱一起来建立家庭。各位弟兄姐妹，神就悦纳这种的婚姻跟家庭，让我们能够生生不息。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的家庭，神所赐给你们的产业就是你们的子女。今天我们用生命来教养他们，有一天神所赐给我们的孩子将带着神的荣耀，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来见证神，管理神所创造的天跟地所有的这些受造物。更重要的就是代表上帝的形象，来散发出传承生命的这种谦卑跟仆人的角色。所以今天不论是从创世纪第1节或者路加福音第1节，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关乎了2件非常重要的属地的属世的一个属灵的态度。第一个就是我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预备我自己。我们身为神所造的儿女，我们在这个地上，在世界上怎么样预备自己被神所使用，将来要建构神所祝福的家庭。第二个，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生生不息，与上帝一起来做生命的一个创造者。我们当然不配说我们是生命的创造者，因为生命的缘起是在于上帝。但是上帝通过这种人类的存在，一代一代的这种相传，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赐下他的灵，跟赐下他恩典
的祝福。让我们在今天，我们首先来学第一个祷告跟第一个功课。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家庭摆上，我们从上帝创造天地的故事的里面，我们来领略亚当跟夏娃，他是神所创造的预表，代表家庭的一个图像。所以上帝起初所建立的家庭，圣经说他造男造女。上帝所创造的亚当跟夏娃，其实他们的名字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预表，就是人类的母亲，人类的父亲，又是一个从泥土所造的亚当。所以亚当本身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来自于泥土，阿达玛这个字本来在希伯来人的他们的话语里面就是泥土。我们是陶匠，他用泥土所塑造出来的。神造了2个娃娃，有亚当，所以神在亚当的身上就吐出了，神在亚当的身上就注入了圣灵，这是生命的一个缘起。各位弟兄姐妹，我不要用太多的这种神学性的解释，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很谦卑的很自然而然的在神的面前就跟他求说：神啊，我虽然不懂得你创造那么深的奥秘，但是我愿我的家庭就成为神你的五饼二鱼。神你将我的生命，将我们的婚姻就拨开，神你让我们的五饼二鱼这个婚姻跟家庭就能够生生不息来喂养我们身边的众人，让我们的家庭是神所安置在他所有创造的伊甸园。伊甸园是代表一个天堂的一个图像，伊甸园里面摆了所有上帝的创造，但是在所有创造工程结束之前的最高潮，就是第5天结束，第6天神就照着他的形象来创造人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绝对不要看轻自己，不论你的社会地位，不论你的教育背景，不论你的经济能力，各位弟兄姐妹，这些都不是上帝所看重的。上帝所看重的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是神所爱，我们是神所造。所以当记得神造他起初的亚当，他看这一天是美好，他就祝福这一天。各位弟兄姐妹，神在他的创造的美意当中，他也必然来祝福你跟我。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重新来朗读，记得神的话语是不带有任何一个虚假。神这么说：我必照我自己的形象，我们必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类。上帝说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类，就已经好像凸显出来有天父上帝，有耶稣基督，有圣灵。我们不懂，圣经就是这么奥秘的，也没有多加的解释。但是记得神说我用我自己的形象造了你，这个形象就代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尊贵的，好像一个国王，他生出来的王子，他就必然继承了国王尊贵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神造了阴阳，神造了男女，神造了万物，神将人类放在其中，神将一个生生不息生命的传承跟建构一个荣耀，让小小的家庭成为伊甸园。各位弟兄姐妹，虽然圣经没有那马上就有很深很系统性的一个智慧的讲解，但是圣灵慢慢的将我们作为一个渴慕蒙恩的家庭，圣灵就照样的来教导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创世纪第1章结束的最后一句话这么样的记载，他说：神看一切所造都甚美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6天。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神最高潮的创造，神看一切为美好。所以我们带着神的形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站起来就代表上帝。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我们重新将自己带回到神的面前，跟我们的阿爸父神说：我感谢你，
在这个母亲节，我也感谢天上的父，为父为母，我的神，他为了让人类了解他，他用父亲的形象，他用母亲的形象，他用圣灵如慈母的爱，神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就是属于他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继续的等候，我们继续的思考。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问神说：神，你既然在起初创造了亚当跟夏娃，主啊，你在我们的身边就建立了一个家庭。神，你要我们怎么样扮演今天的亚当跟夏娃？求神让我们深深的明白你的旨意。神说：我的教会就是一个属天的家。所以在旧约里面，上帝用维护的形象来建立他的国度。上帝用天堂天家这一个图像，让人类明白，原来天堂就是一个家。所以在新约的里面，他说，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神的家，他用 oikos 这个希腊文来代表。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家不只是一个宇宙，家不只是一个天堂，家是应该甚至在人的内心世界这个小小的一个世界，也在你我之间个人的家族的小小的血脉这个家庭的里面，记得我们都同属天父的家。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献上自己，我们学着天父的教导，我们就顺从天父的旨意，我们也在天父的话语的里面学习成为他所喜悦的孩子。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明白，没有一个人神不爱，神看他所创造的甚美好。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的身边刚好有亲人，他们是身体有障碍的人，你要代替上帝鼓励他说，虽然你的身体躯体或许有软弱，但是你不要放弃自己，因为我们的天父所造必有所用。神的身上，神看他所造的每一个人都何其的美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心说，我是蒙神所喜悦的。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来尊敬自己，让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提醒自己说，我是神所喜悦的孩子，我是神所喜悦的家庭。所以我的家庭不能让我的天父，让我的神他觉得羞愧或者伤心。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尽力了却做不来，各位弟兄姐妹，将你的难处或者将你的家重新带到神的面前摆上，你求上帝帮助你。你跟神说，神啊，我出生以来并不懂得怎么样做一个好父亲，做一个好母亲，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妻子。但是神，今天我愿意将我的家庭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教导我，帮助我，用你的眼光来照顾，来治理，来管理这一个地上的伊甸园。各位弟兄姐妹，允许我提醒你，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个经文，就隐含着这一个几个因素的环节，它连接在一起。第一个，上帝的创造跟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真理的信仰，其实它对于家庭的建构跟婚姻，它有很蒙恩的教导。只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会质疑神的教导是否过于苛刻，或者神对人类的一个要求是否合情合理。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来看，或许有时候我们不懂，我们就以为不合情合理。各位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是谁？尊荣的神岂配我们在他的面前来质疑他本身的美意吗？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一种渴慕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了解神起初所创造的婚姻是圣洁的。所以神所造的，他所祝福的家庭，他是让人去领受、去感受、去经历神在家庭当中所预备的。如同他通过保罗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这一句话是一个全然的祝福，它有很多的解释，你可以从经文的前后去做解释，但是你也可以用一种很简单的态度，你说神为爱他所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不能看见，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想象都想到不透的一个奥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爱神，所以我们就跟神说，神你知道我爱你。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家庭摆上，我们就等待今后神在你的家庭为你我对他的爱一个回应，神就为我们的婚姻跟家庭就预备了他奇妙的作为。家庭本身是一个教导人成为神仆人、神的管家的一个家的图像，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已经将一个管家的图像在一个建构家庭的时候就讲得清楚。神说了3件事情，第一个，神说建立了家庭之后，你们要生养众多。神应许人类将要如天上的繁星跟海边的沙土，神让人类能够遍传到他的所有的创造界。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所以生养儿女、还原生命、传承生命是一个极其神圣的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神在他的创造当中，他交付了2个管家的角色。第一个叫做治理，治理没有生命的天地，管理地上各种的活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简单的讲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管家的使命。神在他创造的最高潮，在所有万物具备的时候，神造他的形象，也赐给他的灵，就是神创造的魂，神又赐下的灵，就让人成为有一个自由意志，又有思考能力跟智慧的。只要他没有偏离神的真道，他必然成为合神心意、充满了智慧、策略跟才干的人。所以神就将这个管家管理伊甸园，管家就等于代表上帝来管理神的创造，陪伴上帝所创造的天地，永续的传承生命。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个很深奥的世世代代人类所继承的使命，或许我们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今天我们在谈到的是一个感恩的功课，所以我不用太多的时间来解释有关于管家的治理跟管理的生命。但是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谈到一种养育的责任。我们不只是有能力生下这个孩子，我们应该有一个责任，要教养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天父上帝要我们依照他的话语，将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如同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山上去敬拜上帝。神要我们教养我们身边的孩子，教养孩子就是家庭的一个责任。如果一个孩子连他自己都照顾不了，他将来怎么能够照顾天父的家呢？如果一个孩子在小时候没有学习用一种真理来管理自己，他将来怎么有能力来背十字架成为神的管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教导孩子首先被领导，将来他才能够成为领导人的人。首先要学习先管理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管理自己如何使用金钱，管理自己如何面对自己的情绪，有很多这种自我管理的功课。等他长大成人之后，他才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去管理神所给他的10座城。所以圣经的话语说，在小事尽中才能够在大事上蒙托付。各位弟兄姐妹，第二个我要跟各位来领受，也通过我们谦卑的祷告，我们恳求耶稣基督，恳求天父来祝福你跟我的家庭。我们虽然都是卑微的仆人，我们也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但是我们能够享受一种属天的不平凡，
哪怕我们的经济能力不一定能够胜过别人，但是神的真理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平凡的真道真理的一个家庭。所以我要通过以利沙白跟玛利亚她的故事来跟各位做这个祷告。因为在路加福音第1章，他谈到了2个在初代教会很重要的教会的母亲。伊丽莎白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施洗约翰的妈妈，她的父亲叫做撒该利亚，他是一个祭司，他们是一个圣洁的一对夫妻，但是到年老还没有孩子。神恩待他们，很奇妙的，如同亚伯拉罕到年老的时候才得子。当伊丽莎白怀孕的时候的后期，玛利亚也得到了圣灵所带来的美丽的信息。天使跟她说：“你将要为上帝来传承一个救世主，从你的生命来临到这个世界上。”这2个美丽的女人，就成为世世代代教会所怀念、所羡慕、祷告的一个典范。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攻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4个福音书里面最特别的其中的一个特色，是4个福音书当中特别懂得谈到妇女的角色。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只有路加福音它的记载的许多妇女的故事。如果你重新再读一次路加福音，你就会了解今天我跟大家解释跟分享。路加本身的职业或许有一种职业的敏感度，他的背景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对生命的传承，他对人心理跟细腻，所以他是所有的福音书当中将玛利亚的心境跟耶稣的成长，他说神跟世人对他的爱，他的身量的成长就如同神的爱一天一天的增长，他的身量增长，神给他的恩典跟爱，他用这种的生理的发展来描述耶稣基督。各位，这岂不是真的好像一个医生，他在带着一个小婴孩从小时候慢慢的成长。但是最重要的，我谈到他记载的妇女的声音，我要尊崇所有在教会里面的妈妈姐妹，不要看轻自己。在许多的社会有重男轻女的现象，但是在神的眼中绝对没有重男轻女。你说唯一的是男女有别，在圣经的记载没有重男轻女，在圣经的记载唯有男女有别。神造男他看为美，神造女他也看为美。神让男女一起建立一个分工合作，共同的一起来编织跟建立神所祝福的家庭。所以盼望各位姐妹能够通过我跟你们分享有关于圣经里面这个很特殊的一个特质，你按着你的手，你说：上帝，我感谢你让我成为一个女孩子。上帝，求你让我如同玛利亚一样，在我的生命当中将有一件美丽的事情，一件大事，是男孩子做不来的事，是唯有我能做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唤起我们对神的爱跟对自己的存在是带着肯定跟带着一个感恩。从2个属灵的妈妈，我们跟神说：神啊，我的家跟我的生命将成为一个恩典的记号，我的家跟我的生命将成为恩典的记号。我也仅用圣经给我的一个感动来祝福各位姐妹，你的孩子将来要成为你的祝福。我在你们的面前做一个见证，今天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牧师，因为我有一个让我一生怀念跟尊敬的妈妈。虽然她很年轻就去世，但是她永远没有离开我。她的信仰，她的思想，她的慈爱，虽然她离开了我，但是继续在说话。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是生生不息。愿你成为你的孩子的祝福，愿你的孩子成为你的骄傲跟将来的心中的满足。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女人在路加的福音当中，一开头她会成为一个福音的说辞呢？这两个女人在路加福音当中第一章，她就成为一个生命的福音的一个说辞。第一个，这两个女人她们的生命跟神的作为都有关系。撒迦利亚、伊丽莎白，他们原来是没有生育的盼望，但是神让没有盼望的地方有了盼望，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他虽然没有像玛利亚是一个圣灵感孕，但是同样是在不可能当中，神赏赐了生命。他们是在敬虔敬畏神的过程当中领受神的恩典，而且他们是在圣灵的帮助当中来养育他们的孩子。不论是施洗约翰，或者在怀胎的过程，今天的经文有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图像。他说，当玛利亚跟伊丽莎白请安的时候，伊丽莎白的肚子突然胎中的胎儿就躁动起来，就跳动起来。这一句话的描述就是记载的这个耶稣，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已经带有神的能力，所以就会传递穿越时空的爱，会触摸的另外一个施洗约翰的生命，所以在灵里面就有互相的感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就是，既然是血气之躯，但是神又是给我们他所吐入的圣灵的灵气在我们的里面。愿我们听得懂这种圣灵所带来的生命的力量，让我们继承着这2000年前这两个美丽的妈妈，她们用圣灵跟神的话语来陪伴神所交托给他们的孩子。他们两个人的孩子成为初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导师。一个是为耶稣基督在旷野开道路，施洗约翰；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为这个世界上铺了一个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各位弟兄姐妹，这两个人的伟大不是因为后来他们成为君王，这两个人伟大就是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指引了一条真道，我们称之为使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的孩子，愿我们的家庭是一个教导使命的一个家庭。所以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玛利亚，我们摆上自己跟上帝说，神，我心尊你伟大，耶和华我的神，我心尊你伟大。第二，我们在神的面前第二次的谦卑的决志，我们跟神说，我心里面的灵必因为上帝的灵而得到幸福。我的心里面这个灵必因为圣灵进到我的里面，我的心灵就被挑旺，如同胎儿听见了主耶稣基督的妈妈她的请安，这个胎儿就跳跃起来。各位弟兄姐妹，第三个告白，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不配，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我岂是能够承担上帝你的恩典记号的人吗？我何德何能够成为传递上帝你的福音使命的人？但是神所造的没有何德何能，只要我心尊主为大，哪一个人就是神的爱子，就是神所使用的活祭。各位弟兄姐妹，愿今天的这个告白最后是一个唱哈利路亚。玛利亚她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参与这个神所预备穿越时空永不止息的祝福。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顺服神带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摆上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谦卑的学习说，神啊，我以前不是一个好管家，但是今天我要学习成为一个塑造生命的好管家。主啊，掌权的神，那有全能的人，
求你为我成就大事，愿你的名在我的家庭里面被尊崇为圣，愿你的名在我的家庭里面被尊崇为圣。我愿为你我的生命献为活祭，愿你在我们的家族当中成就你的美事，直到世世代代。各位弟兄姐妹，上帝赐给你们的产业不只是金钱财富，上帝赐给你们的产业不只是一个虚空的虚名，也不只是你的学历，也不只是你社会的经历。学历有一天当我们退休，经历当我们退休，这些都会过去。有一天当我们慢慢领悟到已经近黄昏，就是我们的身体慢慢的衰弱。各位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心里面的幸福跟盼望是永远没有人能够浇灭，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让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是一个产业，是归给神的。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跟神说：神啊，我谢谢你，我深深的相信你必然在这个神圣的日子，让我们在感恩的当中来领受你再一次的充满。愿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给他妈妈的这种满足跟荣耀，也在众教会的里面得到彰显，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迎接神的祝福的一个家庭。我们同心来祷告。至尊荣耀我的神耶和华，我们在你的面前同心祷告，一方面用感恩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得以存活，为我们得以被喂养跟养育长大，一方面感谢我的父我的母，一方面也感谢天上的父耶和华我的神。我们在你的面前，为了我们的家庭的不完美，为了我们家庭的欠缺，为了我们的家庭将来的使命，我们在你的面前认真的恳求你的灵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你的灵进到每一个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翻转我们的家庭。或许我们以前所做的让你担心，我们所做的不够，但是从今天以后，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营造一个能够让神喜悦的，能够为你喂养孩子，让你所赐的新生命能够进到我的家族，生生不息。主，我们虽然不配，但是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求你用你的灵帮助这个道理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